陈玉慧伫基比下中心将树感染控制一共25档。今年3月来到乐活集团带领护理长当时，国内 COVID-19 疫情也未爆发社区感染。不过因为去年3月台湾出现养护机构有护理师确诊，所以如何超前部署建立完整的防疫网络，嘛成为伊真大任务。毕竟有庞大著名的照护系统，无容允任何破口。除了员工甲人客拢严格遵照健康声明等防疫管制，面对疫苗来啊，4间机构185位符合资格对象，伫2点半钟就完成注射，嘛比卫生局稽查以后相当肯定。那6月号确定下来，就是因为好像疫情又有改变啦，所以那时候疫苗就没有办法打嘛。那我们就是整个后的，那一直到6月12号的时候，端午节之前。端午节之前政策就是改变，就是我们的就是机构里面提前打，所以我们就是做了一些在这之前我们就做了一些动线的安排，那包括就是住民的同意书也取得，然后工作人员同意书也取得，然后名册也都照册确实之后，前一个晚上就传给卫生所，那就是预定疫苗的数字。那隔天大概准时时间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会有做一些施打空间上的安排跟动线那报道，所以大概很快。80几个，很快大概1个半小时全部打完，包括注明。那这个期间也包括说我们怎么去观察，那30分钟都在里面，所以很快就把人潮给疏散，他们都打了都没有问题。机构人员都要顺利完成疫苗施打，提升保护力。另外，该护理之家相当大心的，都要随时掌握员工的健康状况，嘛因应学校停课，做到分担女性员工照顾幼儿压力，有供餐也有社工陪伴。有很多，因为护理人员都是女性员工。比较多，虽然我们有男护士啊，但是因为他们也要有一些家庭照顾压力，所以我们的护理师大家会觉得说，他就没办法上班。那时候我们的那个院长就是王小兰，院长他就想，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有一个照顾他的一个想法，我们就说那好啊，那不然就是把小孩子带过来，可是带过来总是要有人看嘛，我们就请社工师来带，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说，在新闻在报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已经做好政策，已经做好安排，就是说我们开放员工就是有托育的需求，那我们会有一些登录本，因为我们要控制人数。就是说室内不能超过5个嘛，所以我们会有预约登录的。那假设你可以或是没有人带的时候，你前一天就要跟我们预约，那我们就会安排社工去陪他们。乐活集团以在地长期照顾甲乐龄社区为目标，提供全方位无同阶段的服务需求，深深得到家属信任。台新闻关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